질 때 따라 인야 강당 양다 댐베 투나 셰비 가운데 응어스 댐비 또비 최고를 있나 대체 밀홀람 인베 캡데 데 있나 남켄 인구비철 데 있나 남첸 깨지니바 친체기 캔바 인구비철 데 있나 초기 知故与举基南天因故比切尔。好，我们来看中文的部分。总体而言是如此，这边的总体而言是如此，指的是说前面我们讲到的政治法轮呢，可以分成35道，三圣每生各有5道，然后呢有讲到说这15道当中呢有2个道是为凡夫道，然后呢有9个道是为圣者道，有4个道是既非凡夫道也非圣者道，他们各自有圣者道的部分，也有凡夫道的部分，以及安利了这些例子相机。总体而言呢，政治法轮是如此，分35道。如果说对这一个部分呢还没有很清楚的话，请再回去前面看第1堂跟第2堂课里面讲的政治法轮的分类，有图表可以参考。那若是讲述因真正具有其故诸能时所直接开示的政治法轮，被视大乘的无学道周遍，因为若是该必须是相智之故。这边这个因真正具有其故诸能，指的是宪官庄严论的书首礼赞里面的第3句。书首礼赞呢有4句，其中第3句所直接讲到的政治法轮呢，在35道当中一定要是大圣的无学道。为什么呢？因为若是该，因为这一句所直接开示的政治法轮必须要是相智。相智跟大乘的无学道2个是同义的，所谓的相智呢是指佛相续的智，叫做相智。大乘的无学道也是指佛相续的智，所以相智、佛相续的智、大乘的无学道这3者是同义的。在宪官庄严论的书首礼赞当中，它礼赞的对象呢是3智：机智、道智跟相智。其中第3句因真正具有其故诸能这一句所直接讲到的，所直接开示的政治法轮呢，指的是大乘的无学道，一定是相智，一定是大乘的无学道。那为什么一定要是相智呢？因为若是因真正具有其故诸能这一句所直接开示的政治法轮呢，必须是相智第2刹那以后的智之故。因为若是该，因为这一句所直接开示的政治法轮必须是殊胜化身之相续的相智之故。所谓的殊胜化身呢，指的是以12相成道示现的化身，叫做殊胜化身。在讲佛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分类为2身、4身或者是3身。每一种身它详细的相性、它的分类，我们之后在第8品的总义以及法身总义会有详细的解说。所以这边这个图表呢，先简单的带大家看一下佛身的分法。佛身如果用2身来分的话，可以分法身跟色身。所谓的法身呢，是自力法身，也是只有佛互相之间能够现前了解、现前见到的身，自力法身。像自力法身它可以分2个，一个是自性法身，一个是智慧法身。能够现前了解智慧法身者就只有佛而已。现前的了解智慧法身的话，他自己本身就必须要现前证得或有智慧法身，所以只有佛有智慧法身以外，佛以外的众生菩萨啊、声闻缘觉凡夫是没有智慧法身的。因此呢自力法身只有佛相互之间才能够见到了解。佛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去成佛的，为了要利益众生，让众生能够见得到佛，然后呢向他们开示转法轮，所以呢利益众生的身是他力色身，用来利益众生的身，让
菩萨声闻缘觉一般的凡夫可以看到的佛的身是色身，他力色身。所以自力法身呢可以分两个，一个是自性法身，一个是智慧法身。好，自性法身可以分两个，一个是自性清净的自性法身，一个是课程清净的自性法身。课程清净的自性法身就是佛的灭地，好，所以能够现前了解佛的灭地的，也就只有佛而已。那自性清净的自性法身是指智慧法身上面的空性，那智慧法身呢，就是佛相续的智，也就是相智，好，所以相智、佛相续的智以及智慧法身这三者是同义的。那色身呢可以分两个，一个是报身，一个是化身。报身是指有初地菩萨以上，也就是说是菩萨圣者可以现前看到的身。那菩萨凡夫还没证得初地者，以及声闻缘觉，还有一般的凡夫呢是没有办法现前的看到报身的。那化身呢，除了菩萨圣者可以看得到以外，那其他的众生也能够见得到化身。如果用三身来算的话呢，法身算一个，然后呢色身呢分两个，一个是报身，一个是化身，这三者合称为三身。那成佛的当下，四身呢是同时获得的，就是说第一个刹那成佛的那一个刹那呢，获得了自性法身，同时也获得了智慧法身，同时也获得报身，同时也获得化身，四身呢是同时证得的。但是呢，获得化身并不一定获得殊胜化身。好，所谓的殊胜化身呢，必须要以智慧法身作为产生这个殊胜化身的增上缘，作为产生这个殊胜化身的因，然后呢去升起这个殊胜化身。所以第一个刹那呢还没有获得殊胜化身，第一个刹那的智慧法身呢，作为升起殊胜化身的增上缘，作为升起殊胜化身的因。第二个刹那呢，获得殊胜化身。所以呢，殊胜化身相续的相智呢，必须要是智慧法身，或者是说相智第二刹那以后的相智。而相智第二刹那以后的相智呢，当然就一定要是相智。既然是相智呢，就一定要是佛相续的智。我们刚刚有讲到相智、佛相续的智、佛相续的道、佛相续的智慧法身，跟大乘的无学道三者是同义的。因此呢，刚刚说现观庄严论的书首礼赞的第三句，因真正具有其故，诸能说此种种具全相，这一句直接开始的正知法轮呢，必须要是殊胜化身相续的相智。如果是殊胜化身的相续的相智的话呢，必须要是相智第二刹那以后的智，以后的相智。而相智第二刹那以后的这些相智一定要是相智。既然是相智的话呢，就一定要是大乘的无学道。因此因真正具有其故，诸能说此种种具全相，这一句所直接开始的正知法轮，备是大乘的无学道周遍。也就是这一句所直接开始的正知法轮，一定要是大乘的无学道。我们来看一下藏中对照的部分，接着来简单的讲一下现观庄严论书首礼赞的这四句。Jir Dedar Inya， Jir 就是整体而言Dedar Inya， Dedar 如此，因是，阳是在右整体而言呢是这样子，然后又怎么样呢？港党养大点北突南港党养大点北突南，这一句是现观庄严论书首礼赞的第三句的前面一小部分港党养大点北突南南巴归点它所低速吧这一句的前面，他只要把前面的一小段引出来。写比告呢说这一句的时候，我数点比多比去过的音我数是直接，点把呢是开示意识的，直接开示的多比去过就是正知法轮因若是。所以呢，若是港大洋大点别突南这一句话所直接开示的正知法轮若是这一句话所直接开示的正知法轮呢，提前弥罗兰因北卡的，提前是大圣，弥罗兰是无学道，因北卡的备是大圣的无学道周遍。
대이나 남편인 구비실。为什么呢？因为若是该，也就是说，若是该这个该指的是呢，港大洋大대매突然是比高内我是대비多比全国，就是指这个因真正具有其故诸能所直接开始的政治法轮呢，必须是什么？必须是象质。남편인 구비실，남편呢是象质，in 구비실必须要是象质。대이나若是该，也就是因真正具有其故诸能所直接开始的政治法轮。남편 깨지니바 친책이 캔바 인구비실，남편是象质。给基尼巴呢是第二个刹那，亲切是以后。好，南前给基尼巴亲切，象征第二个刹那以后的什么呢？캔巴至因故必须是。好，대이나若是该초기 주구의 유기 남편인 구비실，초기 주구是书圣化身초呢是书圣的意思，之故呢是化身，초기之故是书圣化身，유기相续的。남편象质因故必须是。我们来看宪光庄严论的书首礼赞这4句。刚才的课文里面讲到的是第3句所直接开示的政治法轮，被是大乘的无学道周遍，一定要是大乘的无学道。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宪光庄严论书首礼赞这4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4句背起来。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法教授开始之前，都会带着大家念诵这4句。年对学我这种贵姓意见也是存在抗业当着了潘巴山那蓝线意见就等等着这看到样的那边土能那么滚的那种那种我年对上就身边上节间的用的拉差在咯。宪光庄严论的书首礼赞，他所礼赞的对象是3智，也就是机智、道智跟相智。那前3句礼赞的方式是以讲述3智的功德的方式来礼赞这3智，而第4句呢是以讲述3智为4圣众之母的方式来礼赞。前3句在讲述3智的功德的时候，会讲到3智的所依、方便和果。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第1句，年退시와 최남 군시의 니기 니실 취재 강인다。凡是诸声闻寻疾，仅以全智领智最极灭。这一句呢，第1句这一句是在讲机智的所依、方便和果，是在礼赞机智。年退是声闻，希瓦是极尽。这边的希瓦呢，指的是解脱，彻底的把烦恼障断除的极尽。退呢是寻找、寻求的意思。nam 呢是多数。所以年退希瓦催南就是诸声闻寻疾，诸位在寻求极尽解脱的声闻。字面上只有写声闻，但声闻跟独觉他们的主要所获、主要所求，他们主要的追求的目标是同样的，都是解脱。所以呢，字面上直接写的是声闻，但缘觉也间接的被表达出来。第一部分这个年退希瓦催南诸声闻寻疾是在讲机智的所依，就是声闻和缘觉学到位圣者涅让罗巴帕巴。棍线逆给，棍线呢是全智，棍呢是全部，谢是了解。这边的棍线指的是机智逆呢是单单只有的意思，把其他给排除掉，单单只有。给呢是藏文的第3格，就是呢利用棍线来做一个动作，然后表达做动作的格位词。年退希瓦措南棍线逆给，就是说诸寻求极尽的声闻，仅以全智，仅以机智来做后面这件事情。那做什么事情呢？涅西吹在
灭失是最极灭，就是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把烦恼断除的解脱，是灭失。chi 呢是领导、带领的意思，贼是做的敬语，所以 chi 贼就是领导、带领。港音档这个港呢是一个总括代词，就是说任何一个凡是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是这个东西。音呢是的意思，党呢是和，所以呢这边的港音这个港是总括代词，但它指的是前面这个官谢，也就是机制，就是说任何一个事，凡是让诸声闻寻疾，仅以它可以领导这些寻求极境者到解脱的这一个方便，就是我们所谓的机制。所以呢，第一句念对是我村南官谢你给念是吹这港音档，就讲到了机制的所依、方便和果。所依呢是这个诸声闻寻疾，念对是我村南就是声闻缘觉的学道位圣者，还没有获得解脱，正在寻求要达到解脱的声闻跟缘觉圣者。那他们借由什么样的方便要来达到解脱呢？借由机制官谢尼给，所以这边的官谢指的就是洗谢机制。那声闻缘觉学到位的圣者，借由这个方便洗谢来达到什么果？这步呢，达到涅师吹罪，透过机制领导他们到解脱。涅师吹罪。所以呢，第一句就讲到了所依、方便和果。卓拉偏巴杰南蓝些尼基几天蹲住这把杠。所以呢，这一句的前面卓拉偏巴的杰南是诸行义有情者，卓呢是众生的意思，拉呢是一个格位词，对着众生做什么事情呢？偏巴杰，偏巴是利益，杰是做，所以呢，对有情做利益者。nam 呢是多数，所以呢，诸行义有情者，是这个道智的所依。那这边呢讲的是菩萨圣者。蓝线尼给，蓝线呢是道智，也就是这边指的方便。尼给一样是仅以，单单以道智，仅以道智。那所依菩萨圣者讲三帕巴，借由方便 top 蓝线来达到什么样的果？这步呢，几点蹲住这把，几点是世间，蹲是意思，几点蹲世间意就是利益众生的意思，利益众生的事业，利益众生的事情。主呢是承办去做的意思，这把呢是做的敬语所以几点蹲住这把承办世间意。刚刚讲过是一个总括代名词，所以呢，任何一个凡是让这些诸行义有情者的菩萨圣者可以借由他来承办世间义的方便，就是指道智蓝谢。卓拉偏巴接南诸行义有情者，这一段是在讲所依颠讲声帕巴菩萨圣者。蓝线逆基这个蓝线呢是道智，就是在讲方便。然后呢，几点蹲住这把承办世间义这一段呢，就是在讲果，承办利益众生的事业。第三句，港党养大点北土南巴滚点哈错的送吧，因真正具有其故。诸能宣此种种具全相，就是刚才课文里面讲到的第三句所直接开示的正知法轮，被视大乘的无学道周遍的这一句。那港呢，我们讲过了，是一个总括代词，这边的港指的是相智南天，佛相续中的智。党点把呢是具有前面这个东西，养大呢是真正确实清净的。港党养大点把就是真正具有前面这个东西。背呢这个是指原因缘故，因为
真正的具有前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只是象质，因为真正的具有象质的缘故，突南这个突呢是突汪能人佛陀的意思，南是诸位诸佛诸能人，所以诸能诸佛，诸佛因为真正的具有象质的缘故，所以他们可以做什么呢？南巴滚丹哈做迪松巴，宣此种种具全相，宣说各式各样的法门，转法轮。因为各个不同的众生有着各个不同的根器，所以呢，宣讲各种不同具全相的法轮。南巴是形象。棍是全部，丹是具有，南巴棍丹具备全部的形象。它错是各式各样种种的意思，敌是这个此，松巴是宣讲。好，所以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诸位能人，诸佛，因为真正具有其这个其呢，就代表的是象质的缘故，所以呢，转各式各样的法轮，宣说此种种具全相的法轮。所以呢，这句的突南呢是在讲象质的所依佛圣者桑耶帕巴。桑耶帕巴佛圣者诸能人借由什么方便呢？借由南天象质这个方便，然后呢做什么得到什么果呢？得到南巴滚丹哈所迪松巴，宣持种种具全相，转法轮。所以第三句所讲的这个正知法轮，就是指象智。第四句是在说三智为四圣众之母，顶礼四圣众之母的这三智。所以四圣众是哪四圣众呢？声闻圣众、缘觉圣众、菩萨圣众跟佛圣者。所以年退呢是声闻，好，字面上直接讲的是声闻，但间接的也把缘觉也涵盖进来。讲出僧巴是菩萨的意思，错呢是群体、群众、戒事等等等。好，所以年退讲出僧比错戒，这边呢已经把声闻圣众、独觉圣众和菩萨圣众表现出来了。桑耶是佛，基呢是的。好，云的云是母亲妈妈的敬语，的呢是指那个云的，就是指那位妈妈，也就是指那三智。拉呢是一个格位词，就是要对那位母亲对三智做什么动作呢？做恰切，恰切呢是礼敬，若呢是一个结尾的完结词。好，所以年退讲出僧比错戒桑耶基尼云的，就是指四圣众之母这三智，向这三智呢礼敬，顶礼这三智，顶礼四圣众之母三智。好，我们再来看一次。年退西瓦村南诸声闻玄集是在讲机智的所依，声闻跟缘觉学到位的圣者。滚谢逆己仅以全智是在讲方便机智喜谢。也是吹在感应党是在讲果，这部也是吹在引领至解脱，领至最极灭。着了潘巴杰南诸行义有情者是在讲道智的所依，菩萨圣者讲三帕巴。揽现尼己仅以道智是在说方便道智揽现。菩萨圣者借由方便道智去获得什么果？这部呢？几点顿住这把纲，承办世间义，承办利益众生的事业。港党养大点北推南，这边这个推南诸能人佛圣者是象智的所依。诸能人因为真正具有其象智之故，借由象智这个方便，然后呢获得什么果呢？南巴滚丹哈错迪松巴，宣此种种具全相，转各种法轮。第四句呢是在说喜谢揽谢南天喜揽南松机智道智象智这三智是四圣众之母，向四圣众之母的三智做顶礼。
念头讲究圣比错戒三界啊，声闻、菩提萨埵众尊等，以及佛啊是四圣众。基尼云德拉啊，这四位圣众之母三智呢，对他们向该礼敬恰切罗啊，念头讲究圣比错戒三界基尼云德拉恰切罗。